誰呀？我刚才说那么半天，你没听见吗？这隔音可好了。我是就是丁宝，就是丁宝，就是丁宝。所以说，你是九齿钉耙，我是金箍棒，你农具咋成精了？你这叫什么话？你棒子都能行，我差啥呀？我知道你比起我呀有大圣兵器的骄傲，但咱俩现在确实是一样的灵气觉醒啊。大圣呢？去哪儿了？你先别着急找大圣，大圣对于你来说他只有使用权，咱俩的归属权啊是归于天庭的。取经结束之后啊，咱们两个被当做二手神器在网上法拍了，多亏了老君出面拦了下来，把咱俩留在博物馆，在这创收了。老君这么有面啊？老君现在可是天庭的 CEO。走吧，咱们去天庭报道吧，把门关上啊。这是天庭，变化这么大吗？大哥，这里是凡间啊。凡间？神仙都能来凡间開公司了嗎？凡人眼裡啊，這就是普通的公司。他們的廣告營銷比這些神仙還神呢。這些神仙連前3都排不上。那下凡什麼？都是功德鬧的唄。500年前，天庭人滿為患，沒有那麼多功德可以發放，於是神仙們呢紛紛下凡到了人間，自立公司賺取功德。嚴格意義上來說呀，這些公司都是天庭集團的分公司。就比方說雷公電母的充電寶公司吧，他們自己用法術發電，基本上就沒有成本，穩賺不賠。巨靈神呢開的是搬家公司，全靠神力不用車，收多少賺多少。還有長河仙子的 MCN 公司，帶着玉兔們啊搞團播。那個東海龍王最過分了，賣的都是成精失敗的魚蝦，現在數他最有功德了。那總公司怎麼樣了？天庭的入口這麼隱蔽啊？沒想到吧？就這樣。到了，進來吧。這就是太上老君的兜率宮了啊！你確定？這跟我想的可不太一樣。天庭現在缺功德，老君能整成這樣已經很不錯了，起碼還有些仙氣兒啊。這些仙氣都是從煉丹爐裡挑出來的。你說這些啊，我跟你說，這個仙氣可不一般，凡人要是聞上一口，那就能成仙。誰說這是仙氣？老君，合着這些仙氣都是你的二手煙呢你？那倒也不是，這仙氣啊，是我在人間買了2台乾冰機噴的。定海神針，棒子，我在。耙子老弟，你有搭檔了。哎呀，棒子老弟呀，我是費了很大的功夫把你煉製出來的啊，也成麒麟了。哎，老君，我變成人了，就別捏着我的腰了，這樣顯得咱倆很曖昧。哎呀，不好意思。那老夫就不開玩笑了，咱們說一下正事兒。近日，西方古神突然蘇醒，不日想犯我天庭啊，而我天庭呢，如今戰力空虛，正是用人之際。所以說呢，特封你2位金箍棒9齒釘耙為世襲招討使。老君，你肯定是搞錯了，對吧？我們2個可都是有名號的，總不能只是個實習的職務吧？天庭現在活也不多，能有個實習的職位就不錯了。拿着，
這是第1個月的實習工資。你們的職責是去饭间說服下放的主审回天庭效劳。老君，让我们实習生去說服众神嗎？沒錯，只要能說服3官大帝、4職公曹、5方鬼帝、4大天王、6丁6甲，也不多。北极4神、5斗星君、5气真君、28星宿、北斗七星君、36天将、4海龙王、人间8仙一进、哪吒2郎神、决定谁能顶级战力回归1、2日就能转正了。放我走，放我走！你要干啥去？我回佛馆躺着。你听我说，咱俩现在刚幻化成人形，急需这个功德巩固灵根呢。不巩固又能怎麼樣？那你就會變成蠢豹了。先找誰？別急，傳煉丹爐。炼丹爐呢？遠在天邊，近在眼前。他是最早一批靈氣覺醒啊！你看也成人了，而且變不回去了。先將就點吧，效果一樣。我先煉2顆丹，犒勞2位。哎呀，這也太惡心了！這蛋還能吃嗎？惡心是惡心了點兒，但食品安全沒問題啊！你們放心，畢竟是真進過嘴的。一般神仙啊吃不到這麼新鮮的。近年來呀，天庭這個仙丹供給，我都是用這個人體丹爐啊，先給煉製出來，加點防腐劑放到倉庫裡。哪個神仙想吃，我再用微波爐再給它加熱。沒想到啊！這預制菜的風到底還是吹到天庭了。啊，對了，老君，除了這仙丹，還有沒有什麼別的好東西啊？什麼東西？靠譜嗎？你放心，除了道法以外，老夫也略懂一點科技。左手冲洗鑽，右手點洗漢。咱這漢宮啊，是持證上崗。別緊張，老君。你能行的。完美，這火眼金睛簡直是大聖附體。一把。你来一個，我就不要來了，火眼金睛有一個夠了，搞那麼多火眼金睛幹嘛嘛，對吧？